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對嚟收聽本人學見嘅節目，也希望我哋唔會頭。這禮拜我哋有幾啊 Ken 有老椒過來，個有椒個啊啥個有垃圾個有老狗。然後這個禮拜咧，我哋介紹誒特別嘉賓嘅啦，是貴電啦嚇。我哋特別嘉賓就是老椒阿龍，歡迎。大家好。然後老姐阿龍個傳到冇老舊嘅嚟個，特別個有阿三垃圾，先至變老，差唔多要變老姐個幾禮拜歡迎阿三垃圾歡迎。Hello 冷哥。阿三垃圾到啲加拿大，แล้ว個龍到啲韓國，แล้ว個老舊即幾隻老舊鏡個咧，老舊鏡咧都隻老舊鏡歡迎。Hello。哇！等陣我就 spotlight 啷隻先。叫回來。老舊鏡，你等陣我看每個得一隻老舊鏡先。我已經住最。自己啊。等陣我。俾多謝先啊！俾多謝。啊！俾多謝這邊先啊，這邊先。老狗。冇頭冇嘅先。冇頭冇嘅先。呢個叫咩？冇講咩？只係呢條。嚟，介紹就講介紹起先你。哦，阿丁我姓啦嚇。我是屌，人叫我毛毛叔叔，應該毛姐叔。哦，係咪個毛毛叔叔嘅？個叔叔嘅。搞住毛超啊！叔叔。叔叔係咩意思？叔叔是古靈啊 ，uncle。哦，想講古靈啊！咱有毛毛菇啊，菇之類。毛毛直嘛，是。毛毛直。是毛毛菇，毛毛直。阿妹俾我毛毛菇啊！是毛椒呢？毛椒直。我你超魔字喎，你超魔字嗰種。哦，白節啦，我嗰時候掉一隻 topic。係咪真？成褲毛，能講。成褲毛就係地位咯。掉啦，咱特會本講，咱特會講頭頂講嘅盧卡地。頭卡都係啲啊話。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แล้ว另外一隻老狗咧就 OK 即係毛毛直แล้ว毛毛直啊嘅話是啊老狗知還是叫我好好姐姐老狗知咯老狗知阿知啦誒有一隻人講我成十幾歲了十個見啦啊我是 get 叫即係白鏡隻小狗啊即係白鏡狗啊所以這裡是我人嘅團隊咯，所以我哋識叫我老狗追，老狗知啦，แล้ว個另外一隻咧，個另外一隻狗呢邊啊你 ？OK， 我是叫Music 哥哥，Music 哥哥，哦，成日前面嗰個，成日前面嚇對唔對？你做乜是叫 Music 哥哥咧？然後寫歌係咩物件？就寫是老狗歌咯，唱歌老狗唱嘅。哦，一是叫瓜哥。瓜哥啦，台灣嘅瓜哥啊。瓜瓜，哥瓜。瓜哥是跳棋啦，講跳棋。對，哦，咪是。Mandarin 是叫哥哥啦，然後特別啦學嘅話哥哥咯，瓜哥嚇，瓜哥，誒你做咩真老狗瓜呀？你唔是我人嘅老狗嘅歌咧，這裡是非洲嘅。這是祖哦，人嘅老狗冇上聲，看到沒搞都搞啊，你在搶。冇上聲嚇。แล้วก็一隻狗，阿妹一隻狗，一隻阿妹定一隻錢啊！我係叫哥哥啊，這班啊錢都好了。係咪？阿錢哥，雷啊，阿雷啊，然後阿錢啊，阿雷哥啊，阿雷狗，阿雷狗，
女狗好彈，就係老狗夠超，瓜狗，女狗啊，女狗、瓜狗、女狗啊，冇你掛歌，掛歌，狗子、狗子咯，狗子係啦，磨隻、我只，媽隻，有一個直，一個子，一個歌，個一隻狗，雕、瓜狗，女狗啊。超別咯。OK，等我小卡，等我口味叫毛毛直啦，老狗子，瓜哥加女狗，女狗。OK，而家歡迎你人，你講看你人嘅即做團即店啊，樣是叫咩下龍？樣嘅作節，是作節咯。OK，我人，你講我人嘅團體是唔是？我人店咧個 project 邊咧，佢哋話 logo 喺這邊哦。冇阿直嘅超嘅落嚟，阿直嘅超嘅落嚟，阿直嘅超嘅落嚟，我揸掉啊！阿直是頭殼頂。OK， 我是這裡兩個 project 邊咧 LPP 嘅頭咯，所以我是2016年嘅時候，喺讀掉我嘅博士嘅時咧嗬。作為這裡社區團隊咯，問少啊，人老狗子是博士嚟啊，博士阿會畢業喎，回下了個，應該都係準博士，準博士係使叫準博士啦，真係畢業啊！唔真係畢業，所以嗬，博阿會教博個，也博，叫博會博了個，特別個博吹個啦，所以我是研究這裡白鏡狗咯，這裡你識整叫白鏡狗啊，一隻青白鏡啊，叫伊嘅燈籠是叫眼鏡石葉猴，然後阿毛是叫 Dusky Langer，有迄個阿毛這邊哦，伊是隻曉嘅白鏡狗，隻曉白鏡狗。食葉，特別伊唔是食葉爾，伊有食桂子啊，有食花，你看咯。哦，伊是食蔗，伊唔是食白啦，伊拜叫王爺。伊人本是有食白，伊人有陣時有食迄個糖啊，食迄個嗰個咩啊？伊唔是伊，所以伊唔是 herbivore 啦，伊是 omnivore。伊是 folivorous，我人叫 folivorous。folivorous means 樹葉猴，食葉嘅。食曉嘅禽獸啊，叫folivorous 咯。哦，嗰隻先嘅朋友，新椒是裝，新椒我唔捌看過喎，新椒 ，hello，哇，你出嚟水一個來是裝來講嘅，好嘅人嚟。你做嘅按摩牌咧 ，Greek，你是新椒下頭走來嚇？頭仔走來。哦，歡迎，你叫咩名？唔使報名。哦，阿妹個嚇。我係你慢慢想，冇丟是這樣解嚇。然後你把你個接來嘛，所以我介紹你就我即店入面嘅人，แล้ว是裝啊嚇。我諗我阿什拉沙 Canada 加拿大，แล้ว個阿龍後頂阿龍昂曬，แล้ว個我即店嘅老狗即店嘅老狗朋友老狗囝了，隻手柄嚟看起咧，就是毛毛狗啦，毛毛直啦，了老狗子，了個有瓜哥，了個老狗，女狗，了等我確定好你想啫，成個你到底到位當今新椒。講到 Spain。哦，細班嘅，你厝嘅水啦，細班嘅，你是大細班嘅大，四班嘅大，你是對四班嘅大啲邊啊？唔是幾隻頭啊？是多正大。哦，哎呀，不過這啦 Buenos dias。Buenos dias。啊，不有人咩？冇人啊。哇，先，嗱，你講講嚟。Hablo un poquito español。habla español。你講四班嘅話喺度。四班嘅啦，會看。講我聲。兩個四班嘅，一個葡萄嘅。葡萄嘅。
個無嘅，個無嘅，個豆嘅嗱，豆嘅把你個嚟呢？豆嘅是過自己，高冷聽過。高字叫啊，咪俾記。豆嘅咯，自己是。我你是阿 John 誒棒超，係 producer 嚟。啊，啲意思叫豆嘅，豆嘅都冇聲。豆嘅，豆嘅冇先啊。啊是豆嘅是 Glen 嘅，豆嘅是 Glen 嘅人，所以伊老伊學嘅話老腔就冇。也是豆嘅，冇嘅係老腔啊。問哥換阿 John， 你是鄧刷話，伊哥混，我是 original 嘅 ，OK。origin side 我啦，你問成個豆哥就是 original 啊。我從頭到他是 original 嘅。係先。你唔是咩馬來西亞咩？我沒選啦，我 original 啦。你 OK， 等陣我確定會每對即係石文嘅。石文嘅到底啊？我每度得落以來，我每度啲特別靚是度得落。介紹 ，OK， 咪見到嘛？講到啲你老教我俾聽。我講你食食曉會北京搞。只曉北京搞，你你做接嗬，你是電人是安怎拔掉你？安怎會做去即學老教物件？嘅頭嘅時咧是我一人一巴爾咯，我寫我論文嘛，所以我家己一巴，家己寫迄個 data 個了。特別咧我慢慢咧，我感覺到咧我一人吼，我未做遮濟物件，像我一叫查某，安尼查某是毋是一巴了？我唔知發生。對啦，所以吼，迄陣時我嘛顧咯，像我人做嘅那款嘅像保護這禽獸嘅物件吼，我人愛類嘛，所以我人是攞迄個像international 嘅 grant 咯，像迄個佇英國啊、甲美國啊，伊人互我人類去做這個保育嘅工作咯，所以陣時我人做遮濟吼，甲無好人講話，甲無好人講這個白日教嘅句，這個數迄個故事。哇！慢慢我拔掉人殺掉咯，掉你使講運拔我誒，換咗白佬啊！掉，伊講真係是佢咧隻馬本，你無換，應該是換掉狗啊！你去沙巴班就冇拜拜，是唔是啊？換到伊。哦，這個是頂擺到 Facebook 看到人 like 伊嘅 page，有就奇怪哦，我讀圖書卡，講按照奇怪，有人讀圖書卡研究迄個目鏡狗，因為有時候爬山，可能拄到嗰啲。你家己本身冇興趣啦。有時爬山看到咧狗，伊只無聲，伊真正真乖，真甜。伊看到人會走嘅，無聲喺你讀過嚟狗啊，會敲你物件，敲你啊，係甲怪難。你叫怪難狗啦，已經叫。即叫只曉目鏡狗，你叫做怪難狗。有咩意思？曉目鏡狗。你食怪狗，我啦阿爸食金蕉，金蕉狗，做硬膠嘛都，難開就，了，講㗎我，即係狗係了。哦，了，我到 Facebook 看到伊直直寫到啲 Facebook 嘛，講用去研究隻狗，我咪興趣哦。有一擺伊個等於比賽有一個啥個展覽咯，我咪去隨伊哇。伊講我半點鐘啊好啦，我啦有意思本啊，內。你其實這是老教子是你家己開始啦，แล้ว你要想慢慢去找人，แล้ว你家己討到伊嘅類型，你開始去找人嚟鬥下手，是唔是？對，我人討到類了吼，我人該做迄個研究嘛，像我人一拜時吼，我人愛用做遮濟無相嘅物件，像迄個望遠鏡啊，望遠鏡叫啥物啊？我跟你話碰鏡，對啦，正字咁碰鏡是幫大。迄個叫我記得迄個碰鏡啦，嗰個吼，
看會見，看會鏡嚇，看會鏡。如果即係白腳狗嗬，伊甲迄個怪人狗有淡薄無相似嗬，怪人狗咧嗬，伊人食物件是佚佗咧，是佇塗骹誒，特別即個白腳狗咧，伊是佇樹叢誒，啊，真正懸誒。所以我來用迄個碰鏡啊來看伊人，然後我用 GPS 啊對伊人，你看我更加會知即個目鏡狗伊人行誒位路愈大，然後咧吼伊人食啥物物件，伊人嘅頻率是最多，然後我人咧吼像斬樹叢啊是啥物啊，做甲伊人啊吼點點去啊，對影響到伊人咯，所以我愛夾一濟無相嘅迄個地打咯，迄個個樹個了啊，然後慢慢吼我人夾夾。แล้ว我愛落起來，我燒起來。作古去山巴一道。我人巴魯嗬，無特特子啦，古早是特特子，特別巴魯是 RMCO 嘛 ，RMCO 我人嘅團隊個細淡薄，特年咧我人本有無好嘅人入來，啊無好嘅人啊嗬，把你國家嘅人入來，特別巴魯是 RMCO 人，所以巴魯我人一巴咧嗬，一禮拜應該是有四日甲五日都無上人入咯，啊，所以我人巴。你咪想這人入誒成個插亂地樣嘅事啊？袂使，我人定定接嘅時啊，嗬，我人是2球還是3球人接呢？然後阿屌 join 我嘅時咧，嗬，伊就8成哦，然後我慢慢 train 伊起來，我教伊啊，按怎拔迄個老狗啊，迄個老狗有名喲。哦，你伊一8時老狗講，哦，即是我朋友嚟，摸整。講到要穿上衫，所以看到是誒，這是特別來看我嘅。有進嘅啦。哦，有影係件 uniform 嘅哦。對，件 uniform 嘅，我人 uniform 狗是白嘅。成日大媽講，伊狗看，即狗就驚人，有時伊看到就走嘛，先往對大滾 BM 樣對一 group 嘅，伊看到我，伊就走迄個，走去30米到40米。OK。那對啊，個3-4個月，伊看到路啊，伊個無驚，伊個慢慢落來。慢慢食啦，伊無青糞。慢慢食。無青糞。嚇。特別我人是無幫伊人嘅，我人甲禽獸吼袂使幫嘅，袂使有蝦米入厝咧。伊人有家己嘅厝，我人有家己嘅厝，我人是接去伊人嘅厝咧吼，所以我人愛尊重伊人咯。即是真蝦米嘢咯，比較重要嘅嚇。我本每日做咩事，你會經就即個會讀即個目鏡狗嚟讀咧。我細漢到大漢吼是蝦米禽獸本暑假嘅，我不是甲抓，我不是甲，我真正是甲抓，只抓，個只抓個掠狗。啊，我畢業了誒，我是做工嘛，做工了嗬，了我捌到我馬路嘅 supervisor 咯，我馬路嘅迄個叫咩啊？supervisor 咩？師傅啊。啊，對，啊，我捌馬路嘅師傅咯。了咧嗬，我嘅師傅甲我講咧，佇我人馬來西亞嗬，無遮濟本地人咧研究我人本地禽獸。像我每路人啦嚇，我人馬來西亞禽獸有蝦米，路人會學蝦米 example。老河。你會學蝦米 example？因為問我話咧，有可能就係講我古早啲馬來西亞啲邊咧，我做嘅 festival 嘅，我講是個一種馬來亞嘅禽獸嘅，all 食嘅 festival。我有做嘅 festival。你叫咩？代表啦。特表掉嚇，是笨蛋啦！因為我是啲邊咧有得播嘅名聲啦，我有做過代表嘅 festival 嘅，因為我就係個代表。然後上路人咧，爸你人咧阿 John 阿十六生嚇，佢話係咪邊一單嚇？咩禽獸啊？係咪邊一單？老河，馬來西亞個有嘅。老河咯，有一人不是在老河嘅嗰面。你到普羅去釣咩？特別咱當今咱講沙巴裏邊古老河嘅咩？有啊，普羅。有啦，沙巴裏有老河呀。有啊，個有啊。特別只招啊嘛。所以就是講要種住金邦裏邊假人咯。馬來西亞個老巴隻老河。對啊，馬路是老巴隻那隻招了。你真係我是個老河，我是小河誒，所以我隻小。OK， 特別你冇看過，真正嘅老河然後煮嘅無相咧。我唔係。馬來西亞個有上干椒咯。上干椒有啊。上干椒啊。上干椒個會影看到，嚇，個會看到個，你去爬山爬甲深淡薄啊，有陣時你會看到嘅，你未看到伊嘅真正嘅上干椒，你會看到伊嘅搭把咯。絲卡抓。
斯卡爪哦，特別謝哦，特別謝斯卡爪咁上嘅，斯卡爪是一個講嘅蚵仔係，人哋樣直做咩去食咧？所以斯卡爪是講嘅蚵仔嚟，人做咩去食什巴咩數？你中央嘅。特別老狗嘛，真濟嗬，真濟精。啲我人馬來西亞咧，我人有入辣蒸老狗，特別唔是老狗呢，人叫咩？orang utan啊，gorilla 啊，是 chimpanzee 啊，無嘅狗嗬，我人是叫伊人 apes 咯 ，apes means 人猿咯，特別馬來西亞咧唔小人猿加大人猿咯，大人猿是特別講有兩種啦，一種是有尾狗，一種是無尾狗。特別你人聽清楚，無尾狗咧本來分兩種，一個是大嘅，一個是細嘅，我人叫 big apes、small apes。OK。迄個大咧是上淡啊，阿三老師講嘅 orang utan 咯，特別迄個細咧是 gibbons 加蝦蟒，嚇迄個會超怪。超怪！咱有啊，咱有 gibbon， 咱有細隻嘅無毛狗，無毛狗，無尾狗，大無尾甲細無尾。伊細隻本唔是講細隻咯，伊徛起來嘅時候，本就夠我人一半本嘅，嚇！特別人佇一隻關嘅樹欉哦，所以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有哦。嚇有蝦米？馬來西亞有咧細無尾狗。細無尾狗啊，無是迄個基本個蝦蟆嘅咯。迄個皮康成個等，伊皮康成藍趴咋？藍趴片啊，藍趴片。迄個叫長鼻猴啊，orang Belanda 啊 ，orang Belanda，我 so racist。我同你講，迄個是真係紅毛狗嚟咗。紅毛狗嚟叫紅毛狗，係呢叫紅毛狗啊！人我上路人知 orang utan， 路人知迄個紅毛狗，特別無遮濟人知即個目鏡狗，特別記好知啦，如果記好是。我知，因為我是tan中半嘅人啊。等陣要做tan中半嘅嚇，即個目鏡狗。我喺厝櫃子擺啲厝頂位嘅。對，如果伊有錯嘛，但就唔啱伊變錯。伊同我講，伊看到人啦，走我啱倒籠啫，伊看到往一對往行嘅。哦，一計真係行去扮山。伊接往去做野櫃子嘅咯。啊，袂使你看你咯，飼老狗是無好物件嚟嗰隻哦。我唔是，往藤下無看嘛，伊擺接往去做野櫃子咯。特別你在做咩？特別你在做咩？伊人擺入去你厝哦。你厝唔記食？你厝唔記食，特別就是飼醫生嘅。有人飼人食，你人學掉。就是講呢個手有人飼啊。打嚟啦，爸爸接你厝哦。明白。所以你有冇同人講？係咪物件冇得對話講？我人講，但就本愛老狗嗬，但係派斯是幾好飼嘅。忘記了冚藤啊，同劍。應該是我細漢嘅時，我顧嘅我劍冇飼佢。其實嗬，這是普通嘅，咱嚟講者，人哋飼老狗是真普通，人哋人去啊，即個無黃昏嘅事啊，特別有人飼土豆啊，買香蕉啊，你看啊，所以就安尼做伊。做夾派人，แล้วเป็น做夾派人夾派老狗。你哋世界食看講做咩事飼老狗？你對人嚟講，是好心啊，飼老狗唔叫飼老狗，但是係咩事唔好咧？去人去飼老狗。OK，if 你飼老狗咧，嗬，你可以人嘅食嘅物件可以人食嘛？特別像迄個怪人狗啊，是即個。目鏡狗啦嚇，伊人食嘅物件搞了無相嘅。古早細漢嘅時啊，唔知最教我講啦，伊講啊嗬，你佇巴內面啊嗬，失蹤嘅時咧，你看老狗食蝦米，你本嚟食蝦米，這是錯嗰度嚇。老狗嘛，像即個目鏡狗嗬，伊是食肉嘛，伊是主要是食肉，特別伊本有食花甲食果子。所以你飼伊食咖喱呢，還是飼伊食迄個土豆，還是蝦米嗬？會做甲伊人嘅腹肚啊嗬，會流屎還是看白嚇。那個就去啊，什麼有훈去吹，等人先生什麼有伊腹肚。特別唔是看白嘅哦，
像淡仔技巧講嘅嗬 ，OK， 迄邊嘅等住半間迄個物件教嗬，伊家接人嘅厝嘛，即是人飼人食，伊人家有打嘛，所以辦法咧嗬，人家伊人嘅伊嘅接觸較濟嘛，所以咧伊人接觸較濟，所以咧嗬，有陣時會相跑，唔是老狗甲老狗相跑，是人家老狗相跑。เรามาให้เจ้าคะแนนบาง所以咱普通嘅人啦，咱人飼平常時開始飼老狗隻，開始是飼係咩物件啫？呀，但係你講飼gardenia，下面落地啊，食落地，哇，你 high class 啊，你 high class 嗰隻 gardenia。其實我每路人淡仔聽到 ice cream， 聽到 cola， 聽到迄個 gardenia， 內邊是有蝦米？有一個較重要嘅糖。糖掉狗我迄個糖嗬，啲老狗食嗬，伊人會變隻hyper嘅就。哦，食個彎你看到，食個老狗本身就 hyper 啊。伊人 hyper 咧，伊人會變嗰隻錯落去，所以人錯落咧，伊人加去挖人嗬，搶迄個 plastic bag 啊，搶嚟哦，明白。所以阿毛華會咧，阿毛華會嗰粒唔掉嘅咯，因為人細細係時啊，爸爸媽媽帶人去阿毛華會做先，佢唔知佢咩土豆俾見招係咁隻，佢是唔掉嘅咯。有一擺我去阿毛華會嗰陣，我到外口要見到賣嘅 ice cream 啊，嘛買，驚接起嚟，哇！即接起嚟，規部嘅老狗對掉嚟嗰度，我講未好掉嘅哦。我冇似，你對話你咬啊 ice cream 啊，我咪驚啊，咪掂下狗，一個冇對話，隻緊了。關事啊！特別咱只人關事本嘅飼老狗是只普通，變成人是只普通嘅代志嚟，所以不到咱當然學掉一條就真係世界哦。咱世界我當今咱再講老狗只見招一隻見招，老狗未使是算只人討厭物件，咱若是講咱較減做咧，會幫助你老狗嘅款咯，但是咱無飼。特別嗬，有可能養曉咧，可能養未曉。人袂曉去吹物件，只啊，咱似成牌一樣。等陣啊！我還會講就即係幫嘅是，我講一個真正重要嘅幫嘅。你買飼老狗咧嗬，你唔是做迄個老狗好，本是對我人好。你像老狗會掉病嘛？我人飼老狗嘅時咧，我人本嚟掉迄個老狗病。你知？你有聽過 monkey malaria？monkey malaria？唔係，老西嚟啫。monkey malaria 迄個當然是叫好豬子。我人講老狗病啦，你人在迄個 malaria 嘛嗬，還是 dengue 嘛嗬，是唔是？是迄個普通啊，是蚊嘛，是唔是？你少少看下，迄個蚊啦嗬，去叮迄個老狗啦，伊屬於嘛，有迄個上嘅蚊啦嗬嚟叮你，所以迄個細菌傳染都知哦，即個是外問題嚟，因只一個國家本不能調得是人飼人咧，你幫佢叮伊人嘅咧，嚟叮我人咧，我人家會掉這個病。我後面add on 咯。我有人食一吹㗎，可以食嘛，自己傳染掉咯。掉啊！我呢個人嘅病傳來樣。人嘅病都係傳來啊，而且人食啦㗎，你見招可以啊，你咪傳可以去咯。掉，你阿超啫，然後你超嗱三咧，你嘅見招。然後你可你會好咪計樣都安尼玩啊，就是講。袂使嘛，像我人伫巴那邊做研究嘅時候，我人點本是徛只遠嘅，像5 米到10 米嘅你看呢，像巴魯有 COVID-19 是唔是 ？COVID-19 有 social distance 嚟有 social distance。對，特別 COVID-19 仲未發生嘅本是因為那個叫咩啊？就貓咪對，是食迄個野味嘛，食野味咧，我人非法野生動物買賣嘛，參加有迄個病嘅爆發嘛，所以即係我人。迄個是人講，迄個是之前人講嘅，即係冇confirm嘅物件係。冇，迄個是之前講中國有人食別寶，你講嘅。迄個非法野生動物買賣是真係 cause 你 COVID-19 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咯，是安尼款咯。了，若是講人當今有去飼老狗嘅人，你要按照 advice 你要解按照講咧，袂使飼啊，盲飼啊，你買飼啊，樣老狗會枵哦。袂枵誒，
像 Lucky 迄個 Botanical Garden 啊，吼，迄邊安尼坐手杖，伊人是互人飼甲分大去啊，分大去啊，所以成排相會咯，嚇成排去咯，所以伊人誒，伊人笨笨誒吼，本地吹食誒，本地吹食誒。我本未看，若是講你成個。你是講即個北京狗，伊本地伊是較無呢，伊較靜嘅，無呢亂成個怪人狗呢。特別迄個怪人狗誒，本地真伊樣嘅，伊家己嘅本身嘅 attitude 本是較無呢，本是一落來怪人呢，還是因為人飼嘅，伊食安尼一疼嘅，伊甲害本咧，甲變怪人去。伊人本是較怪人淡薄誒，啲巴那邊咧吼，人家人嘅你看到，你講人嘅囡仔啦嚇，甲。别人较活动，活動啦，哦 ，OK， 小啊，伊人是安尼咯，然後特別白吉狗咧，伊人較靜咯。哦，OK，誒，但我要問即個對哪一輩啊？迄個西班牙人，對哪一輩啊？等來啊，西班牙唔係你哇，佢電人等我看下個啦。規定西班牙你，但係我看到你想到你畫名未？你若是無想到，我想到，然後看到你嘅名到底你即個 chat 接來是。特別你問何阿俊名啊？伊叫做阿俊何啊？伊叫做莫靈頭，因為伊嘅。Oh my god！ 我看到伊嘅即個 screen name 是 Harry Nipple 嘛，但我看到 Harry Nipple 嚇對。Harry Nipple 咪是莫靈頭咯。哇！你咩？我是叫做 nipple with the hair。nipple with hair 咪是你莫靈頭，所以你莫靈頭啊，你是做咩？頂到是特別人係是唔是 original？ 係是邊人人？哦，得一個。但就半啊。哦，伊咪是快咧白隻狗咯，本。咁我唔是大單就冇嗌。係啦，這單就對，แล้ว莫靈頭你是我叫家隻筍嘢你怪你頂到到底當中間咧安怎會去加西班牙去？西班牙？我有一個波，然後對我嘅波歸來。哦，你波是西班牙人啊？哦，你波是英國人。哦，英國人 ，OK。แล้ว你頂到，你頂到即係除咗邊啲學見咧？我聽10幾年啊。嚇！哦，哇，老蕉啊 ！The star area 先。誒，按照這個，我彈獎我啊。你彈獎？係咪獎？哦10幾年。哦，誒，我拄到你是數路，我拄到是數路。你唔同班人嘅我啊！你講愛數，我看你愛班人嘅我。咩，但咗就叫名就字摸就摸。係啦，梗係字摸呢，叫咩？摸等嚟噶啦，摸噶啦。你咁咪 OK，先你聽就字，你你記錄按照除掉定到時？除邊人學見咯。哦，你實在上 Google Internet 除物件可能啊？Yeah。哦，有興趣多邊人學見嘛？你到底西班牙久啊未？1年啊。哦，你頂到是到英國，還是到邊人？頂到。到，你斷嘢啊？可以哦。零頭斷。馬來西亞。哦，到馬來西亞 ，OK。這是老高的那邊誒。還沒老高，你是裝？冇等。你們地幾萬了咩？我冇看到你邊個隻 L 呢？你猜我講命，你梗係猜我講命，好在自豪同我講啊，我都唔知，結果冇看到西人邊那個歡喜呢。住嚟，冇等啊！你猜看，你真冇效應。我就是咩？你看到我是水入邊，我見到運動。你看到我變水，我見到運動。有show video 嗎？有 zombie 那有show video 嗎？那看 video 好先。我冇看到依 video 啊。
别说把那个 serve 那个 customer 啊，未卸妆过，我他妈化了妆，我把那个对来，我mascara 未牙皂过，他妈 customer 想这。customer 这 mascara 都冇个冇嘢咯。冇啦，OK， 我接得到我包，OK， 我成日撸呢。我就 professional。人真係看出嚟。OK， 我見我嚟邊衫先，個俾我個，等你跟嚟跟人夾。OK， 講成條啦正。K， แล้วจะไม่ตัวที่四萬幾波，อันนี้เจนี่啊，好聽。做咩事？今日嚟參望嘅，點聲啱啊？係咩事？點聲啱咯，然後佢有淡薄物件要講about邊個學嘅。哦，係咩物件？我冇做 record 掉好似。record 掉個。OK live 嘅啦 ，YouTube 個。bisa講啊？等陣講起用啊。offline 個講是 offline 是唔是 ？offline 個講。等陣啷老舊驚個了啊！啷有去迄個 chat room 去看有 question。chat room 啊？等陣有一個 chat 你唔知啊？有一個 chat。你 YouTube 嘅 chat，等我叫我頭兩條。我未個。等陣頭先人講 probos monkey，你上面掛人搞啊？阿莫搞。pro 基本蝦芒，基本蝦芒，啷個是點啊？你白搞啊？白搞，對，你會使念länger，還是啷個不會使？啷個是換哪話呀？伊有只意思誒，Hindi 嘅意思是咧嗬，長輩咯。日本啲名是吉林亞名哦。唔是啊，唔是講真啲是吉林亞名，有只濟人講咧嗬。OK， 一般是吉林亞名，特別咧嗬，伊本是甲科學意思咯，科學 means 食香狗咯 ，live eating monkey 咯 ，live eating monkey 咧嗬，伊 short form 是länger 咯。特別咧嗬，Hindi word 咧嗬，länger 咧嗬是長輩意思。所以是拄好。拄好是上啊。伊尾安尼長咯。對，伊尾咧嗬是長過伊身軀誒。伊尾咧嗬，伊呢邊啊，手掌呢邊平衡啊，無伊人哋手掌好。係 balance。對。所以人爸爸人家了啲頭頂個了，爸爸媽媽有啊個了啊。伊即白鴿狗是我未記啊，我就估唔特別應該所以我未記咁我捌看過，但應該是捌看過裏邊嘅色。呢邊色喎。老舊知啊，講緊 YouTube 啊，有一個兩個documentary 哦，若是講有啊，你下啲迄個 YouTube 一個啊了，我人會使去看。會使啊，我自己做啊。當我自己做。有我人嘅Facebook 嗰邊有只video 啊，喺我人嘅 playlist 邊。確定如果家學即係阿龍即 Facebook แล้ว咱放隻 show 嘅 release 時咧，係放啲 information 到啲 YouTube 㗎。แล้ว我未看，你要做即係I mean 讀了你自己會讀你嘅博士係咩物件嚇？แล้ว你做即係博的是會做咩？你要學到係咩？真正嘅迄個目的是啥物啦？嗰個是啥物啦？即係咧嗬是愛 conserve 伊人哦。如果即係嗬話，你伊人是 endangered 嘛 ，endangered 意思是會絕症啊，會絕症啊。唔是講愛絕症，迄個是驚人嘅絕症啊！伊是甲別人學嘅差唔多像啦，伊名別人學嘅名，甲即個白鴿狗嘅名是差唔多像。伊話咗是，伊話咗嗱，the whole Malaysia 是幾隻，仲幾隻。whole Malaysia 剩幾隻無人知，你愛知一個禽獸剩幾隻咧？嗬，是愛食長嘅時間是去算嘅，上鳥咧嗬，伊人有無上嘅人，伊人看咧，伊人飛過啊，伊人睡嘛，是唔是？然後上迄個老虎咧，伊人佇巴內面係 camera 嘛，迄個我人叫 camera trap 嘛，and then 伊人過，伊擼甲算哦 ，because 迄個老虎伊人嘅身軀嘅 strap 是無上嘅嘛，有咧 pattern 無上，有咧 pattern 是無上，特別老狗咧是真正坎坷，即個食血哦，伊人是佇頭頂，是唔是？如果人真係是愛算啦。
馬來西亞啦有幾隻咧嗬，你愛幾百人白白算。哦，計這次算掉。免說你早起7點來起來，來入巴，然後來行，迄個特定嘅路，你行咧嗬，你看到迄個隻香狗咧嗬，來翕小影，你來算，你翕小影啊嗬，你能看到伊個目鏡，嚇，伊目鏡，嚇。人嘅目睭嘅目鏡嗬，隔了無相對嚟。哦 ，OK，即係你 identify 人嘅，就係講對，嚇，所以你愛水咧嗬，是真係真正濟工，所以話你講無人知咧嗬，無教佢哋會個啦。因為我見你個尖叫嘅梅料就是啷一巴是咧啷是到底接得是兩巴。我人 start 嘅時咧嗬，啲邊啲下面8本接過誒，邊啲後本接過，無地家得阿婆嘅刷本接過，得老闆行嘅刷本接過，啲 mainland 做讀館啊，就一本接過，特別馬路咧嗬，我人長遠嘅曬，嚇，加濟期嘅時做讀館咯，佢哋讀館刷路有聽過哦，啲多數開，佢哋讀館刷。加迄個的蘿蔔坑咯，嚇，即係攞嚟會有時permanent site咯，嚇，我小小嘅組織嘛，我人唔是講只濟人嘛，所以我人愛慢慢 train 人咯，唔是講你愛做會使做了嘅，我人愛 train 人，我人愛教人做，所以你愛 train 差唔多一個月，快點接去，互迄個白腳狗看到你伊人白伊人，啊，白色啊，你是18歲老狗嘅是唔是？18歲老狗，我有人影哦，好啊，18歲老狗。誒，無18歲老狗啊！誒，人是專業啦。我是想你面做工，你第日接下，你老狗俾見做，所以你介 share 一個隻半件做。是你看啊，是你看老狗啊。啊，特別唔是講只影啊，有只濟人問我做咩18無事做是做嗰塊物件，特別啦，你講我啦。做嘅，是你規家口帶你做。唔是啦，我自己做嘅啦，我自己做嘅。一台博士就是我知你一人笑呢，然後我想你叫你嘅。啊，像咁阿 John 妹嘅嗬，最終嘅目的是啥物咧？是咧，如果人無做咧，無人去做咧，像嘅，如果人看到一叫人去研究留好咧，像我人講人研究留好咧，你會 feel 講哇研究留好啊好了咯，特別做咩？你人聽到即個查某去研究白腳狗，你人會笑咧？我冇啊，我冇笑，我咁樣梗係勁嘅。你笑者是人看老狗咧，嗬是派絲加趣味加係咪啊？龜骨豆。龜骨啊！特別龜骨是人做出來本嘅，當時是。你人笑看啦嚇，啲馬來西亞話嘅老狗啦，嗬有接力整老狗嘛，特別擼嚟擼少了，然後我人整個東南亞啦，嗬排第2。第一隻老狗整嘅國家嚟，特別咧，我人地人咧，嗬買bằng迄個線去關心伊人，我人關迄個大象，我人關心迄個老，特別老狗咧人笑，人咩人，特別真正咧嗬，伊人扮演嘅角色是真正重要嘅。無老狗咧，我人嘅巴人。你有即個白鏡狗，你講你研究即個白鏡狗嗎？對。OK。你伊個小影哦，嗰時你幸福時你 show 人看到。係咪有人看啊？估啊，你家己。咁我睇我內面衫都未見，咪冇看到巴啫。有，這個是白腳狗咯，所以。這是跟佢檳城狗有呢嚇。是檳城狗有，我人嘅四馬咯，誒個上地個緬甸咯，對。證明這個老狗白腳狗一直在咬小嘴，檳城這個愛人會在度笑過來。譬如話特別我人邊啲island嘅即係白腳狗嘅整咧，嗬狗我人面咧嘅整好似冇上，可能叫所以檳城嘅整是跟住檳城嘅本身唔會啦。查某嚟，我同你講，查某等係你叫做老狗子啦，叫老狗子。檳城嘅咧，檳城嘅你別使叫白腳狗，你對佢好 special 咩啊？所以咩講？依個名咧冇講嘛，呢個係叫做 contact lens 狗啊，係咪 ？contact lens 狗 ，contact lens 係斷地。你 feel 到個 atas，但冇個 atas 啊。你估知嘅？我哋看誒 island 嘅 atas 不啦 ，OK， 冇啲嘅。特別同埋我講呢類整啊，嗬，啲學經我唔知有即係字哦。Actually 啲類 island 嘅 mainland 嚟啦，呢類整 species 所以有時 subspecies。哦 ，subspecies。subspecies。唔知學經我叫後面。伊是整啦，伊是個叫
四整，四整啊，四整嘅就啊，伊唔是豬排，伊是半排啦。你是咩？半排，伊唔是豬排，伊唔是要豬排咯，伊 mainstream 係啦，要半排咯。對。所以所以我搞嘅係，所以我即係白日搞咧，我要。你咧使叫半整喎，半整。半區嘅半整嘅冇就冇聽啊！要切你半整咯，要切你哦。上本間 island 咧，能夠嘅，個冇上了，面咧你本冇。啊，所以你是講全世界有出獎，還是干納啲馬來西亞有出獎？啊，全世界特別即係白日搞是啲馬來西亞上地加緬甸嘅，即係三個國家嘅。啊，所以OK。我會使講全世界啦，面是分布地區啦，嚇，你看咯。所以你講佢哋講大馬是東南亞擺第二老舊整嘅國家，啊，我諗馬來西亞啊。頭先你咧？頭先是在什麼地啊？頭先你是印尼。哦，印尼係對，印尼嘅第八對。講一印尼有差唔多60整嚇，所以話馬來西亞60整啊，哦。然後可能拜地晒是越南咯，越南有接過。越南。啊，對，所以是真正你咁淡薄就都可能變第三嘢咯，那是咱古。啊，對咯。誒，等有幾整？但我冇聽到越南幾整。啊，不都？接過。我接過，有人飲咩樹啊？你在邊咧？馬來西亞人食嘅樹，咪人講人看人就就。哎呀，你個驚樹啊，是咋噃？驚樹都未知。一定可以寫，等陣，特別係有詩，特別可以寫。係寫。我俾講什麼？但每晚學幾個樹，即係禮拜冇講幾個樹。你啊，哎呀，佢新年啦，有準備來知哦。我打漢食久啦知哦。哦，如啊，我最久有一個啊。誒，我同你講，最近我一個我家己親身體驗嘅啦。你問超嚟告訴啦，講到鬧搞聲啦，自拜。嚟，咁樣講。講。嚟講。誒，我哋講鬧搞小虎嘅食先咯，鬧搞小虎嘅食先喎。會使你使梅嗎？你等陣我俾齋，就是講係你20。冇，人講係你個半排嘛，特別係你白嘅搞整入面個半排，因你半排是成個變成 island 嘅即係老搞整個半排出來個冇上架成個講特別你貴港嘅呀，貴港搞呀，要後面唔見，後面清查冇上，後面唔見冇上咧。伊人是食有淡薄冇上，一隻係垃圾冇上邊。伊食有淡薄無相，甲伊甲食甲大有淡薄無相啦。特別即個研究咧，吼是2008年做誒，所以是真久了誒。所以無如咧，吼我人舉即個information 咧是就 share，但特別咧，吼我人愛甲濟人啦，本地人是最好啦。入來個研究看是毋是真誒是，嗰是本大家是相了誒。如果特別睇啲乜嘢物件。所以做咩我人愛研究咧？我人研究伊人咧，毋是講食飽無事做是看爾誒，是有一個坐工誒。你愛學，你愛讀，然後咧吼，你愛真正誒看伊人佇做啥物。所以你舉着伊甲了伊 data，伊人食誒物件，伊種誒物件，伊人誒路線啊，伊人誒厝落大啊，即個甲了伊資料咧吼，你甲會白白甲迄個政府啊，還是甲無相誒迄個 NGO 啊，白白甲做無相誒物件去保護伊人哦，嚇。是禮拜，等前兩禮拜嘅節目嘅咧是講會保留掉老教，保留掉邊啲學緊話。即係禮拜夠意思呢。博士頂住禮拜是保留但是了嘛？保留但是了嘛？冇意思，是唔是？你會使笑啦，或者講邊啲學緊都是上嘅物件啦，是愈來愈少，愈來愈人白伊人，愈來愈人。講伊人嘅個事互伊人嘅子子孫孫聽，所以我人嘅責任啊，我人嘅責任是真正嘅保護伊人啊。對。誒，你老狗子啊，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會使？迄個老狗啊，伊是上個一個家庭，甲是一隻老狗王，了真正無，伊是安怎？OK，這個問題有意思哦。OK， 像這個白腳狗啦嚇，你看這個相嚇，你若會使嘅出邊咧會嘅，你看這個嚇，你猜看這是爸是媽媽？我猜是馬咯。你猜是馬，我直接猜。應該是馬，馬好，家啲人猜是馬，知唔知？特別是條巴。
伊是巴來，所以你白腳狗咧，嗬是上淡阿三垃圾講嘅咯，伊爸爸有一腳咯，特別咧嗬一腳爸爸咧，會使有3、4腳，還是5、6腳波咯。哦，家定到國家等人上，對。又唔是monogamous嘅啫。對，你家就係你生蛋叫啊，餅啊，生隻叫。對。老是啲番咧。特別咧嗬，特別有一項物件個無相似吼，迄個乖人狗吼，伊個 group 啊吼，會使50隻，還是60隻咯。特別即個白腳狗咧，第一隻啦，你會找到是20隻呢。哦，你一店入面都有20隻，你冇得大店。嚇，你冇得大店。所以人啊，一刀是生幾隻？嚇，一刀是幾隻？像人嘅你看到有，但是我人會使有。雙個個體會使特別隻少啦，隻少，伊人是一年生幾刀？伊人一年會生一刀呢，還是有陣時是兩年生一刀，伊有新嘅時候，伊有驚嘅時，伊是做估嘅生，做估嘅食。OK，伊人有驚嘅時候，伊嘅 baby 伊大，伊人嘅腹肚內面吼4個月。哇，到差唔多一半人嘅一半咯，人一半。人嘅一半咯。所以伊嘅媽咪有新嘅時咧，伊人是真正敏感嘅咯。伊媽咪有新嘅時咧，吼，伊會大較肥啊，較慢咯。所以伊人嘅爸爸啊，是伊嘅安弟啊，是姊妹啊，伊人會白白保護伊嘅媽媽咯。所以伊人看伊嘅 baby 咧是真正珍貴嘅。如果伊嘅 baby 是是差唔多劍啊！你可能都話一劍嚟啊！意思是講，有時有一隻就是一禮拜加幾那禮波。真咧，一個樣嘅規定改。對，所以有一個 baby 出來咧，嗬，那伊安弟安哥啊，伊嘅姐姐妹妹啊，上兄弟姐妹加了去了誒。白白你看到我來個咁樣個人咪是上可能冇過時嘅，แล้ว人夾起來養爆來，แล้ว本來是罐熱係人食。對，所以有一日咧，我都知你是。我嘅是罐熱食喎。個紅雞女，個咧紅菇。要貴。所以特別嗰時係真係是怕點看啊，咁冇相同步。因為嗱是講一聲你打波啊，一打波狗啊，細漢啊變大漢了，伊驚會對伊出去哦。哦，會關出。關出去正常嘅，所以上往人嘅你看到你打波驚大漢了嗬，伊關出去嘛。老狗不是這樣嘅，伊大漢了嗬，伊爸爸還是媽媽咧，嗬對伊出去，還是。伊家己本來出去，伊家己出去咧，放生，嚇，然後伊出去吹波，伊吹袂到波咧，伊會 try 咧嗬，接別個人嘅迄個厝，別人嘅當，特別是今日趕打波出去呢，講嘅人，那個是冇會半趕出去，冇本就出，冇甲講白白出，嚇，冇甲硬出，甲硬接別個人嘅迄個嚇，做人嘅 stable 咯就。做什麼？因為紅嘅，所以伊會打波嘅狗啦，伊是做伊是一定入面有一隻大伊打波嘅頭狗，伊有八隻打波嘅哦。有啊，像OK，細漢嘅啦，OK，擼一個頭，特別咧嗬，擼本會係。有迄個地二頭甲地三頭誒，會使嘅。豆嘅呢？就是講幾那你嘅頂會使白白大上一個電，20隻嘛。所以你會使一電入面有幾那大頭，幾那頭啊？會使有幾那頭，特別大頭是一腳呢。OK，家己幫護攞個家己一個，要 backup 咧 ，backup。要 backup 伊成日講伊內面有兩個夾頂，還是三個夾頂，都一電內面特別。伊一個夾頂是一個大夾頂嘅，嚇。一個夾頂是一個夾頂。嚇，但係是幾個夾頂內面，伊有可能有幾那嚟打波。你伊整。亂了 ，OK， 聽我講下 ，OK 啊，OK。我差唔多冇話可以啦 ，because 我福建話真係是未去，往兜下手。
咱個學我講先，即係真正重要嘅，啊，無得係人攞住。OK，我哋情況 OK，像咧嗬，普通嘅家庭啦嚇，是一個爸爸，幾個某，囡仔囝嘛，即係是第一個情況。OK，等你囡仔囝大漢了嗬，伊有三條槓嘅嗬，三條槓白白出來，然後你三條槓咧嗬，本白白吹到一個新嘅家庭再入去，等你三條槓嘅囡仔咧白白入咯。所以你三條槓嘅囡仔是白咧家庭入嘅嘛，特別入啲。所以嗬，第二個情況是咧嗬，有陣時你看到三個槓本只大隻，三個槓本是頭，伊人是白白是兄弟，特別咧嗬大頭咧是有一橋呢。這你唔是 fix 嘅，唔是講 A B C D E 嘅，這是看安怎嘅，有陣時看情形嘅嚇，唔是講 A B C D E， 唔是講對咯。有可能講講嘅幾若隻公司一個無嘅，有安尼款嘅情形嘅。有啊，伊人有嘅，特別較少淡薄嚇，伊人無。就是講伊上一隻無嘅，上一隻無嘅，係咯，有兩隻公嘅，伊家迄個兩隻公嘅本身驚。有陣時爸爸個驚個添。特別嗬，爸爸嘅走，爸爸嘅走啊，爸爸嘅走啊，嗰陣啊，對，特別是而家特別有時講爸爸嘅走啊，白白，醫生出嚟嘅囡仔，未講無正常嘅咩？而家人嘅話是會無正常嘛？對，無正常，特別我教你人講一個point是嗬，正常嘅爸啦嚇 ，OK， 我人講我人唔是講爸爸，我人是講神靈啦嚇，爸嚇，刷爸那邊咧嚇，而譬你刷爸啦，無可能去安怎講咧？斬掉，OK， 像你無人斬啦，無人去開發佢啦，你人看這裡都係清楚了，看到這裡哦，刷爸是兩嘅嘛？然後人咧接針潮漲嘅時候，刷北起樓咧，伊人搬開去，就踢線。你搬開你刷拜時咧，嗬，那邊嘅老狗咧未出嚟，都就係哦。像伊人是出嚟隨 boyfriend 個 girlfriend 嘛，你看伊人家被亂倫嘛，是唔是？if 你刷拜就搬開咧，伊人冇回去了，所以迄陣時咧，嗬，伊人。baby 愛亂倫咯，所以爸爸愛甲囝，還是攞你爸甲囝愛甲搶小。影響業績哦。會影響嘅。意思就是講，就是講，有時若是講就正常嘅情形嚟講咧，有時是無應該有安尼款嘅事嘅，有時成成是講，人別曉講話爸爸走，無安尼款嘅物件是，因為無法度特別啲，互人害掉。對，互人害掉嘅，所以我人大日做嘅物件咧，嗬，本是會影響到呢個禽獸嘅咯。像我人飼人物件食，你是好心飼人，特別你唔知嚟花白，做甲愈甲你驚本花白，然後你去斬樹針還是啊？知你樹針是唔是？即係老狗食嘅物件，還是伊人困嘅厝？伊人困嘅厝還是？我每看伊笑啦。伊笑成怎誒？伊厝成怎？你誒老目鏡搞嘅笑。伊笑啊！伊冇笑嘅，伊度笑。伊唔知是，伊就是伊無想講成招笑，佢自己嚟為是多啲手掌，佢走嚟走去。又定丟手掌咯，又定丟手掌是搬來搬去。伊人有差唔多3厘甲5厘手掌咯。我係幾邊做嘢啊？要好算哦。你掉地啊！你掉答我。因為落河是讓頭邊之類咧，一情河沙啦。唔該啦，汪。叫爸爸妹，好似使冇。落河是。就是咱要學生哦。伊人本只搞誒 ，OK， 落河嘅時咧，嗬，伊人會夾仔哦，像我人是啲咩賽事，我人看到啊，嗬 ，OK， 落河咧，我人家會避嘛，特別老狗咧，嗬，是會夾仔，然後伊人仔咧，刷咯，伊人刷起迄個樹針葉個大位，像我人，嗱，即是你你頂啊，伊是吹頂啊，去吹只啦。你講本講本都知哦，應該去刮佢就爭嘢嚟做學生。本夠穩嘅。你在地方嘛？你說有迄個
迄个大張叫德入那是唔知啷聽過哦，對，迄個人有暑假張來，所以定定落雨時人去迄個張，所以迄個像一個 umbrella 你看咯，所以伊人是搞嘅，做嘅。但是講迄個張是養大嘅所在，特別有迄個張嘅個成裝。common 成個你講啊，我心裏邊想講，我對你真濟，是你無看過嘅數，等陣我平常嘅小英好難看，對有真濟無上嘅張，所以我能見。我看過嘅是，咱細漢佚佗嘅時，我記係你成個自己，伊成個做自己線嘅，可能。伊曉只大嘅只河螺嘅形。對，伊曉大大咧。哎呀，安哥捌看，安哥，阿龍安哥捌看嘅，你捌？伊曉是啊，甲粗淡薄嘅，就毛毛嘅你看。哦，伊個係 Kalis Ayer。你說啦，阿 Johnny suka 粗有毛嘅，你看，我講了，我suka 無毛，我suka有毛，我suka。了。當 game OK。我冇 discriminate 你話個了。Ya geli lu. 趣味咧，趣味。我但係咱講 OK，所以一點，但係咱講到一點，然後咱變做成個有，就咁會今日內 topic 呢是講老狗㗎。當冇看 email 係咩嚇？細啦嘛冇看 email 係咩？個丟人嘅啷嘢？冇啦，之後係樣叫我接嚟。哦。了冇。我被再講係伊個一點成個講，咱來到看到了伊個狗一點。咱是伊特買是講是無特別講有就是做頭，咱無咪樣特別 study 一個仔啊，了個一電入面有可能個有看下咩情形啦，有可能是兄弟啊做就係接起一電咧，變做有幾耐嚟打波嘅狗啦，gang嘅狗啦，叫打波啦。誒梅魯啦，成個老狗啦，伊成個來攻擊你嘅哦，伊有蝦米？情形大啲 ，OK， 咱自己留，咱去耍吧嘛。樣是驚講咱去去拍掠伊，所以樣驚所來 attack 你啊。嗰時係咪伊有安尼物件哦？伊有安尼嘅傳統嘅哦。成個人家把人倒入去你厝看，你話得意啊，嚇呐？冇嘛，本地先都冇厝耍吧，就先係厝啊喎。就是耍吧先係厝咯，你人去耍吧嘛，所以變就入去厝哦。問題是一會走嘛，特別蝦米情形啦，會做甲可樣來 attack 你啊。OK，你接拜時嗬，你看到老狗嘅時咧，你愛注意看你嘅 body language 咯，你安怎看伊人啊，你安怎行啊，你安怎徛啊，這你本嚟影響到伊人安怎。看你是唔是 threat 啦？可能驚你是不來。像你看到迄個怪人狗嘅時咧，你看到伊嘅時，你咪看伊嘅目睭，你看伊嘅目睭咧，有 eye contact 咧，嗬，對伊人咧是一個威脅。對咯，袂使免說你人伊咯，然後第二咧，嗬是袂使。安針好緊要，成個威脅。袂使做，你笑嘅時，你可以看你。你嘅看到嘅，你上街時，你係介意。哦，安尼係咧。你該講啊 ，John， 你該講呢。對，所以你可以人看嘅是咧，嗬，唔是介人講你小朋友，本是介人講你驚伊。because 伫迄個怪人狗甲怪人狗嘅迄個嘅厝內邊嘅時候，迄個冇驚迄個工嘅時咧，嗬，迄個冇是互迄個工快嘅出。有時咱們咧，琴日 confuse 一就，一把當咱看到老狗時，我驚時，咱特別咧 confuse 啊時。兩件阿 John，當見咱住個卡，咱情馬先嘛。對，你情馬就見。你白超咩？嚇！所以但係當時買 contact， 然後第二是買潮，第三是你買挖伊人，你你看真正認真嘅行過呢。哦，即係當樣無隻，像咱看到鬼嘅事啊，咱當然無睇啊，唔係講鬼嘅story啦，人乜人講鬼都好似熟人講鬼，你話你講講鬼怕到死嘅，是本咱報咗阿關巴煲，你淨係講嘅你可能自閉，這是壞 show 啊！我就係講咁人講就神咧都，誒，所以意思就係講你去上班，你對老狗咧，你等你是情馬，你啲惡目鏡，啊，對，你看不會使嘅，特別就近科啦，你第八那邊所以叫白開始，所以咪看啦，咪看一咪照，咪係看。上面咩我咁咪叫啊？
我甲啲老爸在邊啊，佢哋聽到我講我嘅歡喜咧，佢哋笑。Yeah。唔知一定要紅哦，幾波紅油啫。這不一樣嘅哦，這燈冇燈不一樣嘅哦。你唔捌啦，小咩？我唔知嘛，你冇呢燈，成個都是上整嘅咧，不搞。不 ，sorry， 我是 drag 教啦，我是愛情棍 pink color high heel，I'm sorry。波又教啦，你教波又教？波冇教，我是媽媽生嘅，我是個 high standard 嘅 ，sorry 嚇。OK。我妹妹老教啊，我家幾年？哦，四名。即係白腳狗咧，嗬，伊人嘅活到30年嘅，伊真係是無。伊真是無數法證，呢個電腦咯，啲如有 record 咧，嗬，第一等嘅名咧，嗬，有到30年，即係白腳狗，特別第8入邊咧，嗬，夜深時節入邊，嗬，冇比較少嘅 ，because 有天敵嘛，有迄個鷹啊、虎爪啊，是蝦米啊，對，安尼我都是靠情形嘅咯，有陣時有咧賣啊，細隻嗬，伊人。咱去厝迄邊，然後伊人愛幾嘅路嘅時，然後和車龍，所以看情形嘅哦，我老狗一細漢嘅時，伊是成個金色啦，然後一結死嘅時個變成個老狗會食，我會變顏色。但是我唔會，等下要去做咩事？一金嘅啊，生出來，像寶貝呢，就金墩呢，生出嚟金墩出來。你要回答，我回答。OK 啦，睇啦。OK，得。伊細漢嘅時是咱嘅食嘅，所以伊見咩人看到伊個會看到嘛？像伊家族啊，看到到伊，我看暗數看唔到嚇。你但乜人講伊人是大樹叢面頂嘅嘛？所以伊個這伊媽帶伊去甲樹頂嘛，樹叢頂嘅伊食嘅是青青每人甲伊食是香哦。淡薄伊嘛個未看到伊本咯。你但乜講做伊個安怎伊幾回事嘅變哦？啊個兩禮拜時伊度伊頭就慢慢變哦。兩禮拜。伊律模成咧，啊個佢4禮拜、3禮拜呢，伊度慢慢就係成嘅模出嚟。即係呢啦 ，OK。啊個6個月咧就變咗個伊媽咧食咯。伊滿個月就變食咗。對，但係你人冇嘢做咩意思？你看你食嘅咧，即係你愛講科學淡薄咧。伊嘅科學名稱咧，嗬是 Trichipithecus 嘛 ，Trichipithecus。OK，Trichipithecus 即係genus 叫咩？genus 伊整啦 ，OK， 伊整啦 ，OK。即係你整咧，伊 baby 嘅咧是金色嘅。Malaysia 嗰有是嚟迄個隻條狗是叫 Pribyssis， 迄個 Pribyssis 無上整嘅啦嚇，迄個無白嘅啦，迄個 Pribyssis 伊嘅 baby 是白色嘅，所以我哋需要條狗咧有兩種咯，一個是 baby 金色嘅，嗰一個是 baby 白色嘅，所以這個是伊人嘅基因啊，伊人嘅基因啊，人嘅基因啊，等見你摸就嚟啦，蘑菇本嚟咧，見啲摸㗎啦，嚟摸得嚟，蘑菇歡迎。英國點啊？那是不是英國點不啦？就算英國點都冇啲，係佢一個帶啊！阿龍啊，咱講錢嚇，咱福建話俾人家講嘅，那是咱個結上出嚟。我感覺福建話，咱除咗個字嚟講錢就好咯。錢啊好啦，錢是唔是錢定你錢嘛？咱講錢喎，咱講錢啊。錢喎。我真係自然嘛 ，Mandarin 本是錢嚟。特別咧，福建話咧係講錢叫做自然。自然啊，所以 Mandarin 本是錢嚟。特別我真係咱是福建話，特別咱是講你精神嘅嘛。Mandarin 本是錢，叫做自然咯。特別我真係自然咪是錢。福建咪就係叫做基因咯。冇，咱面對 Mandarin 咧，我是講，因為咱咪講伊嘅人。像老人講啦，你實用啲就講啦，你精神嘅教慣嘅，你精神面嘅裝咧，整個成個錢嘅字。你人叫做成成精咯，冇叫十精咯。冇啦，都咪能變揾你冇咩？誒，變咗學嘅是人嘅嘛，人係講緊咗咪是使，你成成坤。
蛇成精啦，橋網精啊，就精哦，對嘛，橋毛精對，人講精嘛，所以有可能咧實用到對人家己，人嚟話嚟講本啊，係咪精係咪精啊？精還是精？精咪精啊！咱福建話精就是幾哪類因素？對，咱會使講 gene，會使講 species。對，咱講精啊，咱有幾哪項嘅因素？精嘅咧，OK，精嘅，咱唔知就做精精嘅精咯。OK， 所以伊 OK agak蒙貴agak 3禮拜，你看伊度變色就對啊，伊即那胃鏡背脊都無上咧，伊胃鏡都無去啊，伊胃。胃鏡無去啊嚇，伊是綠毛性個慢慢射對去。哦，伊是綠個咧毛咧，有你白你整個是白嘅 ，OK， 啊對。你伊細隻，但係我冇看到伊細隻嚇，伊個白鏡，伊金毛係是伊個白鏡是白嘅本咯。伊個白鏡是白嘅，嗱你看快掉伊個 baby 白鏡，不淡薄白白。個粗鼻。對，然後咧伊大漢了咧嗬，伊綠毛了，伊射對起咧鵝毛咧，嗬，伊咪變咗成伊白白，你看咯。哦，誒白皮嘅喎，白皮嘅喎吧。啊，對啊，伊人嘅肥烏啦，因平常時，哦，伊是白皮，伊是伊皮康嘅啫。啊，伊平常時是見到時候就抱咧。啊，是和媽媽抱嗰時。媽媽，好似媽媽，如果伊一年齡嘛，啊。哦，數齡。所以和媽媽抱。特別有陣時，伊嘅媽媽一隻物件時咧，嗬，伊咪巴索伊安迪咯，啊，巴索伊嘅。要奶媽，要零碼，即啊，零碼會啊，有陣時啊，就是講伊唔是干那只，伊買零，你要只伊零本嘅。啊，有陣時都是看情形，有你媽媽咧，伊人看白時咧，嗬，把咧，伊咧冇咧嘛，和伊被上咯，個冷上咯，冇零嘅咁先，嘛冇零嘅咁先。呢只古零。你好似喺九零啊！แล้วอีกกี่回事啊？一度變大漢了，會 start 成件傳精啊。OK，查某是差唔多3歲半到4歲。哇，你快哦！剛咧愛等個差唔多4歲到5歲，伊人家慢慢出去咯。嚇，冇個咋？特別剛差唔多成20你人嘅細個人，差唔多。對，差唔多twice咯。嚇。都如 twice 都見啦，查某見啦，7、8歲就會成件咩？了，迄個決定，若是講有3、4嚟講嘅啊，伊3、4嚟講，甲了本是會使成件啦，安尼款。會使，特別咧嗬，做決定嘅時候，迄個頭做咯，嚇，迄個頭做，嚇，像迄個怪人狗嗬，伊人時間無相淡薄，伊人嘅頭講下面咧嗬。下底愛聽了喂，特別咧，即個目鏡狗咧嗬，伊人家凊彩淡薄，嚇，伊人家書本淡薄，嚇，伊人時間和平嘅嚇，有投票嘅，有 election，係你看到啊？哦，選 Google 啊，加寫條 group 嘅數嘛，大家大嚟成攻心計，你看到？你想講伊人是目鏡狗有甲？係咪我不要聽咧？你攻心計是最攻心計係咪我不要聽？應該是溏心風暴。溏心風暴嚟使下溏心風暴。我會唔會伊個迄個怪人狗比個目鏡狗啦？是唔是怪人狗成成本較響樣嘅本質樣較響嘅？使我講啊，嗰個地點解你大嚟嘛？你哦 ，survival skill 嚇，對，你特別較響嘅。一隻嘅是講50-60隻啊！แล้วปากกาเก่าเสียกัน30隻ฮะ20隻อ๋อแล้วก็ไม่ลองอาลงแต่มันลูก講ลูกบัดหอ即隻老狗บัดจิบลู出過啊對伊是จิบ出頭隻我物件แล้ว是ปากกาเก่า還是怪人狗ปากกาเก่า啦學食嘢咯你叫我出嗰邊近日去咧學食嘢呢就是特別我常常看到我幫工看到樣啥是3隻多3隻白白啲嘅路白隻嘅路嘅鋼嘅啦，伊啦3隻鋼應該是鋼嘅3隻白白你咪真就山邊呀
往前就山邊，有當時因為往個走卡堂啊，開起來是有一個坑一個高呢，有人袂起啊，因為真危險，人袂起去嘅。上往主家咁先，看到有老高徛喺邊看到往，上了往。上鋪只嘅時候，看到香啊！你我唔知啦。我依人成日有特別暑假食啥物物件？即係話嘅教學有啊。如果講粽咧，嗬，伫我人嘅隔壁厝邊會使看到嘅粽咧，像如果人聽過迄個榕樹哦，無花果。無花果哦 ，fig yes，fig。對，伊人真正暑假榕樹，像我人拜拜是毋是定係去榕樹拜拜咩？榕樹是真大粽嘅嘛，伊樹粽是真大。對，樹粽真大，然後伊嘅果子是細細粒嘅，有陣時大粒，有陣時細粒。我真是個食。伊果子是紅紅嘅，一種紅紅嘅，就即係上啲白山是去板了一頭嘢嚟食，唔知死喎。迄個是。你有冇講白山係點樣食？加水嘛是哦。唔是水嘅，迄個唔是水嘅，迄個唔是水嘅。你開了嗬，內面是你會看到有一隻細細粒嘅籽嘅。我有啊，樓頂有啊，我一句當今是當嘛，所以我俾佢借了，逐禮拜俾食嚟食。像迄個 fig 咧，有花果只重要咯，蕉本有食，老狗本有食，花本有食，如果有食，我人本會使食嘅。fig 嘅人暑假，也是迄個。但係伊是食一條啦，伊是食一個，伊食一個本。伊個本食，然後伊個果子本食，伊細細粒。伊花，無伊有食伊粽哦，伊曉哦。有啊，伊曉有啊，有。哦 ，OK。特別咧，嗬 ，fig 有食濟種哦 ，fig 啊，so far 我人有差唔多20個種無相嘅快個時候無相嘅 fig 了，所以咧嗬，fig 個無相地類，原本無相嘅。fig 咱叫咩？無花果啦，當然叫無花果啦。無花果啊 ，OK。花果還是叫榕果咯，還是榕樹都會使咯。榕樹是一個你人有聽過榆樹哦 ，rain tree。太平只隻嚇，太平只水嘅嚇。太平只隻。英本只隻。落去冚掉上隻多多嘅樹種嘅。rain tree 白隻狗只暑假嘅樹種啦，伊人食伊花，食伊果子。食伊嘅迄個葉個了咯。伊人有經即個粽，伊用暑假嘅粽來做伊嘅壽哦呢，來大啲厝。對，伊人困伫頭頂哦，伊人暗暝是對咯。特別伊人厝毋是有一間哦，伊人有一間厝嘅。伊人有差唔多兩款咯。所以伊人北海冇厝，吉隆坡冇厝。樣困是安怎困呢？咱人是黑條困，安怎困哈？樣就困。你看，然後亂看。哦 ，YouTube。爸爸個嘅，嗱，伊來你講困呢？安尼趴了。對，你講趴了呢？你趴。你是坐了個趴了？哦，你一成日困起來呢，吊虎只夾落嚟哦。夾落嚟地啦，別，伊人食碗呢。人個每個裂掉，每個。冇啦，講碗啊，咱有當時咱看迄個 Planet 啊，BBC 嘅節目，有當時樣照面啲酋長頂面嘅嚇，一照啲酋長頂面，同樣無數是拔刀啲梗裏面學唯一隻，一照人哋超情嘅啫。對，伊人是好貴啦，特別咧嗬，伊人嘅杯啊是被掠掉酋長嘅，有冇？我被掠掉酋長嘅，一時嘅嚟 balance 啊。這是 for balance，應該看老狗，伊人嘅樹人嘅高條咧，迄個是 newer monkey 咯，我人這邊嘅是 old monkey。OK， 我成日講啊，新世界加古世界。古世界咧，嗬是Asia 加 Africa 咯，Asia 加Africa 嘅老狗是古世界。哦。世界咧係南美洲咯，Central America 加 South America。哦。所以我都看到咯。路困都會掉咯。喂，我阿媽官學下等又冇得快啲啦。我明白。老狗咯，哇，咱拔掉只隻，烏掉只隻物件，這禮拜老狗。我唔知個老狗本身係新世界、古世界。我想講新世界是去食學個 food 呢，新世界。因為我感覺有一個真好笑嘅物件咯，因為我古早佇台灣做工嘅嘛，我台灣有一道有一個美國嘅colleague，
當數過嚟 business trip 啊，係咯，伊講啊。伊大啲迄個 Rasa Sayang 嘅 hotel 嚟咗，迄個 Rasa Sayang hotel 伊嘅堂牙外口咧是酋長嚟，係咧酋長咧上少有一隻老高嗰啲邊開堂牙咗，所以你講真亂咯，係咧就甲你 reception 講啊，我有樓頂啊，我喺堂牙入邊有老高嗰啲邊做亂咗咗，你實佢哋 do something about it 咗，係咧你就我甲講歹勢，我未做半行嘅，一個人大啲一邊嘅，你嘅老公大啲一邊，你別怪人走，人大啲一邊嘅，對。對啊，是兩人去搶人嘅地盤咯。對，係因為有隻語數嘛，而係對咯。講到這裡咧，我能本差唔多大節本收到一隻 WhatsApp 嘅 message 啊，有一隻人我能看迄個隻曉狗啊，是迄個怪人狗啊，去個人嘅厝啊，然後伊人問哦，你人會使吼 transport 伊人哦，搬伊人入迄個巴人邊。見你用嘅咯，你愛 translocate 還是你愛搬留狗一巴咧？吼，你愛研究一下這物件，你愛載我人嘅巴佫有落隻，你愛載一個巴，安尼大嘅巴內面會使有幾隻留狗佇內面生活，然後你愛看吼，你愛安怎去夾迄個留狗吼，伊關係你甲會掠伊，所以是真正複雜嘅一個物件，係毋是講你搬會搬了誒，浪仔，你做咩？請大伯講走，半杯對攞。對啊，你快物件啊！大伯講半杯兩斤，半杯請咯。經濟資本。經濟資本。要經濟資本。咁你去看。你做咩做？咁你嚇？哦，你知我做抌料嘛？當劍。喂？抌料我隨隻老狗嘅時候，已經係度點樣超嚟嘛？你特別未使，嗱特別 social distance。未使 social distance 遛狗，遛狗嚇，係快你啊，快啊！似遛狗嚇，未使，係。冇得 come tricky，come tricky。啊 ，come tricky 嘅 come and do，come。邊？冇 ，John，你特別我哋查某做伊 demure expression， 看啲一啲你看板板。我咧。被說啫。啊！了啊！等下我可知個，所以我當今啊，人本來啊發展人哋這啊吼，一邊做成一邊起厝，一邊起厝啦，แล้ว人一巴咪是拿來拿少，แล้ว因厝咪是拿來拿少啦，係你當今人當今看到嘅問題是啊，人安怎會幫助人咧？除了咪講，計了停人嘅嚟發展嘅計劃啊。咁咪安怎會鬥下手對老狗呢？安怎？嗱，我講少字啊，你講嘅事啊。嗱，你用唱歌嚟講。OK 啦，用唱歌嚟講。OK，actually 我嚟做一隻物件嘅嚇。if 你會 start 教你朋友講我老狗唔是一項笑嘅謙笑啊，是你會使下面叫嗰啲當做一人當老狗成啊 clown 呢，就好笑。啊，上大我講到 OK， 我研究老狗㗎，一人笑，特別研究老虎個無嚇。老虎咧，人講就哇，研究老虎做咩咧？如果人看老虎係象徵嘛，特別我哋都講老狗嘅人笑到係咪孫悟空啊、circus 啊，是係咪 Disney 嘅戲嘛？即係是 media 好我人笑嘅伊人嘅身份嚟，所以咧我愛幫助到伊人嘅 ，because 我人唔是政府嘛，我人唔是 politician 嘛，我人唔是講我袂使針酋長，means 袂使針酋長嘛，所以我人做我嚟做嘅物件，我人哋哋 advice 人做嘅事咧 ，if 你是一個OK，你做 podcast 嘅 ，and then 你 try， 然後你講甲濟即係嘛你需謙少嘅物件咯，講互人知做講 education 嘅物件，像囡仔咧嗬。細漢咧，我能做一隻迄個 education 嘅 program 啊，帶囡仔一巴，叫學堂間講。啊，你有幾時 knowledge 咯嚇 ，information 咯，你是知你都別成個亂來。特別第重要嘅時候，你會使join 我能做義工，我唔是 join 我能廿啲 Malaysia actually 有一隻，你看謙少包。一隻唔是老虎呢，本有迄個烏龜啊，本有迄個。有山雞啊，有dolphin啊，一隻啊，像我人環啊有一句啥物啊，達根啊嘛加達真達嘛，if 你唔捌，達根啊嘛加達真達，你袂熟甲伊人嘅，你愛去接觸人，像我人咧，我人研究老狗咧，吼，一隻人看我人像奇奇怪怪，特別我人知我人研究嘅目的是啥物，所以我人愛
加咗人講咯加食以後都嘛加叫係熱珍惜喎。啊，掉咯，你啲高少樣。係啊，加曬咯嚇，特別細無捌都無聽，捌了個會聽嚇，無捌無聽啊，拄了個會嚇，感情個會正，拄着感情個會正。像我人研究一人嘅差唔多4年嗬，我人第2019年嘅時咧嗬，我人做即個潮漲橋，和迄個老狗歸落。哦。你是人幾多位？幾多位？啊，這是地道路巴行。Tropical Spice Garden。啊，對。發展了嗬。呢是唔是到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對面嗌嘅位喺度講，係咪？你看到咩？有啊。都看到。佢哋是呢個 contractor 是叫咩名嚇？係咪 contractor？啊，佢呢個人 run this project 嘅人是叫咩名啊？我人我 project。My question is 人是個 organisation，還是 working group？ 是一個咩 ？working group。我人唔是 NGO 個，我人唔是真係 proper 嘅 organisation。啊，我人是一個。咁唔去拖是嚟 persatuan 呢？tapi 讓拖了 persatuan 呢 politician 也是給lui好了。啊，沒有，這個東西比較有一定要明白。有看我淡薄嚇，即係你講。Okay，我問你，因為這個 project 啊，就 actually I'm running another project is quite not similar。Yeah, you very ammo, are you？那講學嘅話，我想介紹。contractor 是咩嚟嚇？一隻 contractor。冇 contractor 誒，即係是我人 citizen， 我人嘅人家己做嘅。哦，都家己起嘅啦。我人家己起嘅，我人家己起。你拄好到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接過對面嘅，係你叫是唔是？唔是，依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係差唔多200米前嘅，你看。你若是大單就冇啱來。200 meter before Tropical Spice Garden。看起橋啊！對。啊，你應該是另外一個啦，另外 sorry。即唔是大橋啊，即唔是人行嘅橋，就唔是 contractor 起嘅，就是人。你有咩？冇，因為我當時上去行嘅時候，我全話 high heel 嘅 skill 啊。你白淨係曉白別人曉嚇？哎呀，你未聽咩？希望講，你摸等會使推動就冇物件，摸等是跳舞嘅，伊是。professional dancer 你是跳舞嘅，所以伊有 choreograph 這樣子無相關嘅 performance，所以你講，那是講你大自然關係呀，老高關係，伊會使 design 嚟補出來可能。係咧，變成 education。講但物件，講你分享物件，係因為我大啲舊年嘅時，大啲沙拉瓦嘅係咧 Rainforest Fringe Festival 嚇，我就是有擺了一個一個。main show 啦，因為一隻細 show 嘛，那有一個真大 show 是大加沙拉瓦，一個真出名嘅阿咧建築師好叫咩叫咩？建築師啊，建築師咯，建築師，藝術嘅人，起廚師。誒，等陣我我做一個 booth， 你那邊衫是偷了嘛？你那邊衫是偷，我怎麼開你 camera？ 冇唔是我問你買呢啦，人在做掉特別物件。做掉特別物件，人 YouTube 看到你隻 L 呢，人 YouTube 人家人看面，係開，人是唔捌看過你人面呐，人捌看過你人面。冇啦，你條講我問你變身啊水魚啊啦 ，Oh my god！開，你叫我係冇多記錄啊咯。唔，แล้ว嗰陣時候我就擺一個舞是跟留學有關係，因為我有發生嘛。因為我當年學陣時我都有發現，人其實咱馬來西亞留教真係問題，特別是奧蘭烏丹啊，然後就係試啦，有隻人樣浸浸下咪咯。所以我做咧係舞其實是個 environment 個保護好有關係。然後當時我就加真濟係你沙拉瓦嘅原住民嗰啲，嘅原住民啊。讓囡仔啊，專門白白做一個舞咯。所以你講老教時，其實我有一隻 feeling，就你講嘅物件，我有感覺就有感動。然後before MCO 嘅時，嗰一個在啲檳城真出名嘅 artist，我唔知你捌伊叫做李湘，伊是一個 installation，伊做迄個Big for Forest 在一種 plastic city 嘅咯是啊。對啊，然後因為伊度做一個 Himbas，又做一個 exhibition 啊，一個展覽。
那嗰陣時伊嘅 closing 嘅時，我冇去表演，我只看到伊嘅 artwork 係伊嘅作品，我就甲伊講，我一定要喺大邊跳舞，我係做一個教你跳翻嚟，然後就做一個本是關於人站站，然後嗰陣時伊老搞就成個無處攤短嘅一個故事。所以其實你講物件，我真正有 feeling 嘅咯。你講rasa就orang utan sekarang kan保護orang utan 係yang marketing 嘅 message 較闊啦，然後其實yang經驗到物件，把你教務有影響到，是講咱冇去講到呢。唔是老狗呢，本是把你欠少本，成個而迄個中幼園叫咩？油雞巴，像油雞巴那邊的是啊，本是一隻把你欠少嘛，像迄個三百啊，個蝦米啊，個迄個迄個細細隻嘅老狗啊，碰觸啊，下面本有嘛？是碰觸下面嘅。碰觸狗，碰觸。你碰觸狗唔是講會背嘅嗬？即係佢有影是碰觸狗嘅咩？唔是碰觸嘅，伊是講佢之類多我邊伊碰觸狗背嘅喎，伊開呀。即係咧，我無福建話名嚟，我能叫可魯哥咯。即係你看到。伊是成個酋長誒，那個酋長兩條都看袂到，看到看到伊背。即係是順德。伊 actually 唔是老狗，伊 gliding squirrel 係啲咩？是老狗，伊本唔是 flying squirrel，伊唔是 rodent，伊本唔是迄個，伊是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伊是 one of the sub family group of primates，所以伊是 OK， 對，伊是而家會淡薄。Because 我真正 suka 看 documentaries 啊，我特找 documentaries 啲 YouTube 看，了慢慢了解。我唔知講你個安尼借迄個raw material 互人去找嘅，有看是蝦米 South America 啦，迄個蝦米個了，無像嘅位 ，because I think 咱 Malaysia 無夠鐳，แล้ว你 government 無 focus。對，即是真嘅。咱無夠鐳，咱鐳唔使開到鐳去啊。像我能叫嘅鐳啊。別準。哎呦，喂！咱去別準。無啦，我講是吼，像我人去叫嘅鐳啊，是做迄個一排鐳個了，本是我人家己找嘅鐳哦。我人家叫嘅鐳是 from 迄個 conservation grant 嘅咧 Rafford Foundation UK， 所以政府唔是講真正嘅互我人鐳咯，政府是講你人做嘅物件真好，安尼款呀 ，because 伊人本無budget 嘛。有人會地人會地 N 咯。喺地裏學路人即係是人會叫人volunteer 叫咩學嘅嘛？有，像我人有做 crowdfunding 哦，我人做 crowdfunding 攞到了，我人嘅 community 本身真 supportive，so if 叫describe我人係啥物 group 我人是一個 community size group 哦，叫社區科學團啊，咩物件唔知啦。grassroots 啊 ，grassroots。叫 community size 咯，所以我人嘅義工家了是這邊嘅人，我口嘅人本有，然後我人做我人會做嘅物件咯。你如果去學堂，係 education 去甲 partner 個學堂咯。有啊，真係，我特登我去學堂嘅，特別馬路我未去過 ，because 無特登我人去真係學堂嘅，我有去個 KL， 我人個有去 conferences， 然後去真係位咯，特別馬路 slow down 淡薄咯，嗱，見到都係咪是去online 咯，團啲介紹咧老狗就有對啊，食什麼沙林沙講暑假看啲 documentary 是唔是？我哋 actually 今年 BBC Earth 有一個新嘅 documentary primates 嘛，我哋有條 feature 喺那邊，特別咧 documentary 咯，喺 YouTube 是看無咯，我哋是有 link 啦，所以 after 我係 send 我記號咯，然後記號會使 send 我有嘢，你看咯。所以啲 documentary 啦，入邊有 feature 到我人另一個 project 邊咧安怎起橋咯，我安怎去對咧老狗嘅呢個。起橋係歸來橋啦，是講。歸來橋。老狗子啊，你會記係你會嚟 Louis donation 嘅 link 啊，แล้ว嗱是人愛關啊，嘛較會使。我人喺你 website 入邊咯，特別我人 looking forward 嘅是義工嘅濟啦，所以我人愛有一個濟人去對迄個老狗啊，所以。volunteer time 啦，volunteer 先
呀，對，像人是做外國啊，人愛去鬥下手，鬥算鬥下手，本地，所以人愛鬥下手，人就俾鬥下手累咯。然後話本地人就會鬥下手嚟辣咯。有人出累，有人出辣嚇，搞。後點啊？人阿龍，人咪講義工嘅啫，講嘅學嘅嘛。我唔就係咁講咯。即係你義工咩？有人就講義工啊。義工對，義工。義工啊，對，義工哦。做義工。做義工是意思是講是你地亂嘅點聲啦，你行你點聲去鬥下手，人看老狗，水老狗。研究老教呢咯，因為其實是有啲人已經有興趣咧，人係啊，對人嚟講，佢是寫一個爽爽嘅物件，當去看老教，แล้ว佢通幫助到，因為老教嘅生命。即係義工唔想定係俾按照講你入去森林去看老教，像有人樣畫圖，樣去做漫畫，他做啲 logo，對，跳歌啊咧個啊，嗱跳舞個啊。跳舞個，單跳起來，冇等個對哦，得點起來。你笑吧，tapi按照做條路啊。跟住我學路人嘅聯絡。tapi 唔係個 YouTube 啦，我已經夠硬啦，真係變到個個硬死啊！真係諗唔拿。其他個 face 啦。硬個被害人嘛。冇，我硬嘅係是人，我企試達到。打隻落去就死啊！ENG 小硬啊，定不，sorry， 我只用雜牌布人嚟做啊 lipstick，OK， 我雜牌布人佢做啊，吹轉過硬，แล้ว個整款。แล้วอีกพอง對，佢整個。個 man 整你個爽嘛，你未曉係咩？個 man filler 直頭整嘅。Yes, exactly. 隨便冚老狗看到安針路係定嘅。natural 個 organic natural mean 好。Yes, exactly, darling. I like it. I like it. Oh yeah, Saturday night. 個胖我講到唔知點決定到 lockdown 期嘅時候，我係鄧山整啊出來嘅了啊，唔是鄧山馬來西亞整咗出嚟，但係只時候要食半，要食就咪不容啊，得先。冇攤出咧，我直接上每集就咪不容啦。OK，諗如可能冚大一時，定部正啱，可能冚大時會梅即係老舊見嘅了啦。等我上海名蘑菇啊，我唔知就蘑搞，蘑植，我自己叫蘑搞，蘑植啦，嗰個老舊枝，那個枝，我老蘑一棟點啊？你有個掛個。掛搞，我教你講，我唔識是後世咩事啊？你一掛搞，你一個濾搞，嗱，你人有後尾有 message，後尾個即邊啲學人聽就會講咩？嚟啦，小實先。可能我講嘅冇關係㗎老搞，特別我。但係人哋講有，人講就阿莫話係咩事？成日講 Jin 啊，福建話咗，可能說通過這類平台啊，你 maybe 加上 brainstorm 講這類物件，咁怎去講咧？就係福建，我就話平台講，其實 continue 咧，蘑菇啦，嗰個最好就福建話是叫咩？整個意思。嗱，有機會參詳嘅，反正物件。我做啲做十年嘅，會識福建話都講啊，真正嘅福建話。兩半教王啦，兩有當時有用嘅點先，兩半。我係識笑嘛，老教嘅。因為嚇，對，因為亂家己嘅 industry 啊。document 老教先，家家佢就用做 video clip 講是用福建話教人解釋你邊兩個老教呢？對，成日都講白鏡，只曉白鏡教係啊，你嗰陣時人邊兩個人用嘅話嘛。所以亂嗰時，亂有特節有甲老狗有關係物件係，你人是講別人學緊話人，แล้ว你家己嘅 industry， 你家己嘅行業係，你會使用你家己，你人是 professional 啦嘛，
路人會使用咱自己學嘅話講嘅，成個咱講邊啲學嘅話，邊啊你啊，邊啲邊啲學嘅，邊啲學嘅咪少講，咱講咪特別咱講嘅是咩啊？正三拜啊，邊啲學嘅講係你成個講咩bằng ya，咱講bằng ya係個面尺啊，擼條，擼條是 YouTube 咯。擼條，呢就係講我成日要炸杯啊！這是咱自己講啦，這是咱自己講，得講有講有條你冇幫助，講鬼一百刀就掉咯，係咪可能成個人嘅人話名呢？You 嘛是擼咯，你一掉咪就一條咪見啦嘛，叫你擼掉，擼掉，擼掉。擼條啦，安尼是擼條。哎呦，你係擼嘢。有咧是講笑嘅，冇正經嘅，特別有正字咧畫生出來嘅，咁了是有堅固、有正經嘅物件嘅，不有得啫。แล้วอันนี้ลองกาว紅音樣嘅 screen 嘅清楚啲。嚇，好像 clear 呀？怎麼就唔會到？紅音嘅 clear 呢？哦，冇落河啊。你夠 OK 啊？好聽嘅。我 screen 計清呢，當然。爸爸攞住時就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講嘅เป็น你等下個別人咧，讓別人ไป講咪成個講 message 啊，會教我哋邊啲學嘅人聽講講嘅。是哦，路人咧嗬，聽即個 podcast 咧，學到物件咧，我人真歡喜咯。如果我人頭一擺參加 any informer 嘅 podcast，對，較好講是唔是？安尼較好講啊？是看咯，冇見看是較好講，但特別咧，講嘅物件較未安尼濟，像我哋福建話唔知安怎講嘛，咱愛笑咯。但特別咧，我最重要是加了人歡歡喜喜，然後會學到物件，然後聽嘅人咧有興趣愛 join 我人咧，不會使講得我人我人唔是看老狗爾，我人本是愛學一濟物件，安尼看甲會白保育迄個老狗咯。แล้ว這個咧掛狗。OK，掛高啦。我講這個呢一個平台咧，咱就是講其實我就講福建，咱你哋無可能無八個字咯。但係先大部分比如講，大人會知到這個知識，咱安怎去甲用福建甲人講下迄物件咯。有人死人無去想對啦，無去講就搞物件咯就，因為冇想到到你無當今下都冇掉啲八會開 podcast 起來聽，哇講搞啊，點半鐘嘅，點鐘40分鐘講搞啊。對，我來 plan 嘅，特別冇做掉，因為冇時間做。八刀，佢成日到對嚟。我等人嘅。到對嚟個啦，八刀個機會個到對嚟第二出。你ปัดเต้าลงหอแต่โบลงเติมมาแล้วหลังปีคิดเสียหวังที่ขวัญเอกโจเขาเกินอัวแล้วแล้วลอง做 video clip เสี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งสิจะ professionally 用เขา做อะไรใกล้เสียแล้วหลังเสียเติมเนี่ยแต่ว่าสุกัดสมัยนี้新世界古世界我感覺好個半邊特別怪難搞咧，見到不鬧搞啊！誒怪難搞冇講就錯嘛，怪難錯咩？怪難搞佢冇錯喎。錯唔錯有堅持講係掉。錯啊！你講緊了，當今你怪難搞，你個見笑咩？冇唔是，人講唔要緊，但是講有影只會講白做video clip 去 promote 樣嘅老搞嘅歌數先，等特別使用啊！你特別你學嘅叫怪難搞，把你電台就叫派屎搞，派屎搞，派屎搞叫怪傑搞，怪傑搞。怪難搞好笑啦！怪難，我講聽要緊是邊啲學嘅 audio 10幾年做節目，要緊嘅物件啦。抄落嗰時你跳舞嘅咯，跳舞嘅。你要緊嘅物件嚇，人講福建話誒人啦，要緊講嘅會調，你是會調嚇，你人就會記啊。所以叫怪難搞，就調啊，報嘅你當然去啊，人看你把它聽，你到底咧去咧冇發揮嘅事，你聽講嗱怪難搞啦，怪難搞啦，就是變咗福建人會聽到啦。
แล้ว這裡呢這裡魚餃地杯自嚟搞哦地杯隻餃即係諗個 project 嘅邊啲學嘅啊是想啊我都諗係做 preserve 嚟學嘅話學人嘅講或者人嘅債我諗咧學即係搞較好嘅 environment 啊環境 preserve 唔是講咱家己這邊起厝啊邊光嘅搞嘅了走其實唔會大係咪我哋學人債咯本時我哋 through 一個上嘅 platform 啦所以即會使合作嗱拔刀會使合作我隨樣咧可是因為我哋YouTube 看到一個 clip 就是即個老狗子伊啲 TEDx 會介紹即個老狗嘅故事先伊講伊介紹講伊有一隻老狗是伊對照顧嘅嚇咧伊學即個老狗一個名嚇咧迄個名咧叫做希望所以我就聽下就講哎呦幾感動呢伊邊咧就冇去到 KL 講 TEDx 點先伊講起老狗嘅時，伊學老狗嘅名是福建話哦，所以我就真歡喜咯，見見就咁動背後啊，講咯。喲，好啊，咱嚟看下啦，咱嘅合作，咱是想住要有心，有學邊啲學件事搞係咩啊？及小，所以大家講嘅แล้ว就學掉啦。แล้ว希望咱拔刀做哪成功แล้วก็有機會嚟講，到對嚟舊人講句較嘅啦。我就係嗰時變咗學件事及㗎，點差唔多2點鐘都講無聊㗎嘛。免驚，只一個只人會梅東梅西，只物件講我就係，所以拔刀有興趣時咧，實到對嚟聽第2、第3、第4、第5集成日講插話啦，插話1、2、3、4個啦，一百九講你一刀啊嘛。所以拔刀係老狗，佢就係講白行嘅。拔刀講老狗嘅幾個數？拔刀講去看老狗，去算老狗是啊，去點樣講講咪去看狗係，去看100去看狗，100看狗嘅時候，拄到幾個數。我嗰時學嘅時候，可能有啲啦，都唔制。我唔制嘅。看到老狗，你看到老狗幾？啲又俾佢。To be แล้ว這禮拜我諗嘅特別嘅邊咧，大概就成，等我係羅摩人確嘅看到，等這禮拜特別嘅邊個了是裝呢阿龍咯，村阿龍一人係咩？冇啊，咩㗎？我有對啊，有對啊，豆哥有對啊，我有對啊，啷個看 video 啊？Because 我看到一人，冇啊。我邊條 OK， 即係禮拜咧，我特別嘅邊咧就是我人嘅老狗囝嘅了咯，一定嘅老狗囝。但我看我基地好無好啊？就是毛隻加老狗子加瓜哥加雷狗好啦，喂 memory 到底嚟呢個阿三勒沙啦，แล้ว後條阿龍個有四班嘅唔是四班嘅，係什麼？對，四班嘅四班狗係磨零頭，磨零頭。要話廣告啊，等陣幾講話啫。係咪數？係咪嘅話講？但係講要咪嘅講嘛。接緊嚟都係知唔知啊？國料咩？冚大聲啊！แล้วก็蘑菇多多ลังกาวีลังกาวีแล้วก็ก็เตาเกลือ咯แต่ว่า個走起一種嚇蘑菇能夠嘅，係可能啊，唔會啊。OK，今次各位聽眾是聽這禮拜講嘅明星啊，差唔多2點鐘嚇。條路啊！哦，對，未記講冇等嚇對。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下禮拜個都嚟聽本來學人講嘅先嘅節目，然後感謝我哋嘅特別嘅邊個禮拜聽老狗，把都有興趣嚟講嚇，咁咪再關係嗰啲老狗面嘅咧，會使去一個 YouTube 嘅 description 去看link 嘅咧，還是去本來學人嚟講嘅網頁去看。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等陣忙走過啊！